这2日拢有风台价。大卖场也有菜市仔生意拢真好，亲像伫大卖场，真侪人走去买物件，肉啦、菜啦拢互扫了了。真侪卖场就讲，叶啊菜类的菜色，因即马已经有款比普通时啊加5倍，所以爱乡亲毋免烦恼买无。赶紧甲叶菜类放架顶，风台天卖场人员真无闲，烦恼风台造成灾情，采买无方便，不少民众到卖场避货，货架顶泡面、罐头真充足，各项拢有。这边的选择也比较多，而且那个台风天嘛，那在这里面也比较安全啊。外面一般的市场的价格都有就比较高了，那这边的话应该会比较稳定一点。火锅的猪肉那一些的都没啦，全部都被买完了。很错。有，因为台风天想在家里吃。风台天想要伫厝食火锅，不过肉一个囥起来就互抢去，真抢市。有民众23暗时去卖场补货，煞拄到肉类、叶菜类拢互扫了的情形，讲敢若世界末日。昨天其实是傍晚的时候，消费者开始入卖场去做一个抢购。傍晚的关系，其实晚间我们是没有进货的，但是基本上今天白天的时候，包含像叶菜类，或者说像是一些肉类啊、蛋类的部分，都有持续进货。北农公布的平均菜价，24的菜价竟然比23平均落差不多6块半，落价按过量有较减少。昨天有些采买者他们已经加量采买，所以今天大概约有1成左右的成效也没有进场交易。他们也研判消费者今天出外采买或者到餐厅用餐会减少，买气也转趋保守。北农表示，因为香蕉业者风台前已经大量采买，可因为消费者减少出外，也甲餐厅百货业者休困这因素，采买有较保守。24介绍因为安尼落价，不过后续的菜价都要看风台是不是有出现灾损影响供货，致使菜价会出现波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